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5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在今仔日增加4站蛋白日检不发现确诊病例，另外本土病例关系指挥中心也通知医生，就要加强采检甲通报。进前马来西亚查某学生去互嫌犯猝死，警方依照着强制性交未遂、强盗加杀人等罪，甲嫌犯提起公诉，也要求判死刑。文化部要求中国出版品若准备伫台湾就市，拢要进行审查，说引起出版业甲学术界反弹。国内在今仔日阁增加4站带病入境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而且这4个人拢摕3天以来体检阴性的证明上飞行机，到台湾了后，随个验出病毒啊。另外，外国技术染病引起航空业的惊吓，指挥中心也表示讲，已经有追踪149人。指挥官陈时中也讲，今日过后，若准无阁逼出病例，社区探病几率就较细啊。不过，这无代表讲未出现本土病例，而且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国内爆发头一站新冠肺炎航空器互相烧话感染事件，有3名技师去画到，也互国内200多公的零本土病例破空气。疫情指挥中心扩大列出接触者，总共149人。这阵核酸检验有3个人阳性确诊，也有2个人等待采检。血清抗体检验有1人阳性，1人检验中，也有2人等待采检。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案例771是本土感染个案，隔离5若是无新增加的病例，社区风险相对较细。不过，无代表零本土。到25号是会没有这种的本土案例出现，那是可以比较放心。像我们有253天的零确诊的本土，那我们也跟大家讲说，这里面零确诊并不代表零本土。对着有大商团体呼吁指挥中心推动大商疫苗泡泡，就有注射国际组织认证的新冠疫苗了后，缩短回国特殊检疫时间。但是中讲未来一定会有这类的计划。问题怎么认证？那第二那个资料相关的资料是什么？然后第3个，事实上像目前的观察期间都不够，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计划。不过未来这个计划是一定会有的了。另外，国内新冠肺炎佫新增加4例境外移入病例，分别对菲律宾、印尼、巴基斯坦甲美国入境。4个人入境时拢有3天内阴性报告，其中2个人是本国籍，菲律宾籍1人，印尼籍1人。但是中呼吁民众，虽然无新增加本土病例，不过也是要常常洗手、挂嘴安，做好相关防疫的做法，才法度真正降低传播风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前几日出现本土病例了后，也互社区染病风险变悬啊。疫情指挥中心也随通知医生，就要加强通报甲采检。指挥官陈时中也讲，这寡措施伫秋冬专案拢讲到，法官本只是加强宣导利益。不过，就医生表示讲，出现本土病例了后，民众就无啥爱来到病院啊。虽然无新增加的本土个案，不过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也是亲身主持，讲到指挥中心发公文予医界，请基层的医师提高警觉，加强通报甲采检的机制。陈时中强调，这是加强宣导。但这个事情当然有关系，不过我们本来秋冬专案里面就是加强采检的奖励方案，那只是我们希望他们在评估的时候，不要说因为是有共病的可能，就排除了另外一个可能性。陈时中强调，基层的诊所是防疫第一线，而进前发布的秋冬专案也拢有讲到，强调公文只是要防范社区感染的可能性。例如，伫国内新增加案例771的这个本土案例，是案例765纽西兰技术的接触者。指挥中心要求诊所医师甲头一线走调咧。医师表示，对疫情爆发到即阵，拢持续伫做。他有可能轻症或者非典，甚至无症状，对，但是他在这一个与这个个案通报的个案已经在同框有一段时间的话，我们还是用更严谨的态度来面对。医师表示，基层的诊所除了防疫的做法，对着医师的临床的症状，拢会加强来通报采检。而确实医师若是感觉有必要，就算无临床症状，也是会根据接触史追踪通报。不过虽然也未爆发社区感染，未少民众已经真烦恼。没有大碍的话，就尽量少跑医院了。到诊所来，我们不懂。是不是有人已经有疫情了？民众讲为了避免感染的风险，小可无爽快会避免去诊所。医师表示，疫情爆发到即阵，小儿科、内科甲耳鼻喉科就诊人数下降。不过，呼吁民众若受技术的症状，就必须要赶紧看医生，加强第一线的防护。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外国已经有人开始注武汉肺炎疫苗啊，也讲到咱台湾生产的疫苗有风声伫咧讲，国内3种疫苗恐惊无一间伫年底会当进入到第2期的临床试验。卫副部长陈时中表示，已经请业者就要提出修正计划，接落来也会继续进行审查。也强调讲，防疫袂当干那靠疫苗，也着爱配合药品，甲遵守防疫规定才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一直拖，必须靠疫苗才法度阻止传播。不过，却是传出国产疫苗研发进度落后。3间疫苗厂内底头一期临床试验以国工生机进度上紧，不过抗体效果不足，无法进入第2期临床试验。联合科技又必须补件，高端疫苗是因为起步较慢，头一期临床数据也唔知。换一句话讲，今年底进程恐惊无任何一间能通过进入第2期的临床试验。我们总是希望。好，让它的这个效价能够更好一点。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在第2期的时候，我们希望当我们的抗原这个疫苗的抗原增加的时候，确实可以增加它的效价。我们1期临床试验目前我们有3个剂量，低、中、高已经都打完了。我们临床2期的试验计划书已经在11月9号已经送出审查。对此，陈时中表示，新冠病毒感染可能将来会流感化，有可能每年都要注射，所以按怎让国产的疫苗厂能成功来研发、能生存，指挥中心是抱着真大希望。即阵已经请业者提出相关的修正的计划，后续又再来进行审查。第1家里面，它的一个免疫原性啊，我们认为还有一些进步的空间，所以我们现在请他提出修正的计划。但市长强调，疫情控制不应该靠疫苗，也必须爱落实防疫的新鲜化，抗病毒药物也是其中的一款。3款咱若是使做个到做好，对疫情控制就较有信心。世界秩序也慢慢恢复正常。记者孙宏华报道。讲到民法甲成年的年龄对20岁降到18岁，立法院伫今仔日3读修正通过啊，正式甲这个成年的年龄改做是18岁，也设一个通好春秋的时间，按算伫112年开始施行。这回修法除了甲成年改做是18岁以外，订婚的年龄也改做是查甫查某无到17岁拢袂当订亲。而且这个结婚的年龄也改做是无到18岁就袂当结婚。这回也有修改讲，只要是满18岁，就当家己决定讲是要结婚或者是要离的。讲到300增200的9项行政命令已经通过啊，行政院长苏贞昌对立法院表示感谢，伊也表示讲，这对台美贸易战略是真重要的。伊也搁再强调讲，开放美国200唔是受到美国的压迫，也唔是受互美国来落冷。另外，反对300增的医生所威胁医师，透早也去到监察院向院长陈菊声称人权保护。不过，陈菊也回应讲，伊敢有受到什么随时会发生的迫害呢？立法院通过内地进口的9项行政命令，明年正式开放进口。不过，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批评讲，这是民进党政府放弃主权，向美国的压力认输，专门伤害台湾人民健康的开始。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应讲，这是错误的讲法，政府嘛一定会严格把关。台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战略关系非常重要，我们跨过这一步，一方面我们可以走向国际。一方面可以为台湾更创造很大的经贸实力跟机会。苏贞昌强调讲，政府也是会搭配检验，清楚表示，学校营养午餐嘛拢会用台湾食材，请大家放心。不过表决的时阵，立院立委江永昌等3个人弃权走票，爱面对当期的处分。国民党是发出要罢免投赞成票的立院立委，苏卡惠红点名是第1名。本来就应该啦，党本来就应该有党的这个自律啊。但是昨天怎么会想要跑票？没有的，没有。是为了地方的压力吗？不应该用跑票这个词。怎么看说被列为那个莱猪这个罢来为第1？真的哈。若是真侪届表明反内地的医师所威胁，因为去卫福部告发违反食安法，而国甲中华人权协会去监察院陈情，向监察院长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陈菊来申请人权保护。这样子其实就是一个侵犯人权，就是要让我们看，的确这样的过程让我这样子的一个医师觉得很害怕。他现在行动自如，发言自由，他今天有受到什么立即的迫害？我想，人权会依照我们的法律没有批复的问题。
当局嘛强调讲，台湾是有多元丰富声音的民主社会，所以小对国家人权会的定情，得照监察院定情的定数，每一个案件都会谨慎面对甲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伫昨表决通过进口300种猪肉的9项行政命令，对明年正月就开始施行。不过，一寡县市因了家己定自治条例，讲到这寡自治条例敢会甲中央的法规有冲突哩？也因为中央到今拢无做出解说，引起地方政府不满。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伊会了解了后，针对规范的部分做出宣示。台北市长郭文泰就职6周年，提出社体捷运环状线通车结果大负担者成绩，不过炮口对准中央批评立法院支持通过美国内地9项行政命令，明年元旦特别进口，和各地政府只剩几天应运行。1月1号来就要进口了，我们市政府要去做很多的准备的，我们自治条例通过了哈，中央也没有否决，也没有赞成，所以这很奇怪，就变成一个国家2套法律。台北市的食安自治条例要求4大通路业者爱护无限来去多班全区，部分县市自治条例各规定300种零检出，是不是甲中央的行政命令违背？地方首长要求行政院后统一做法。来猪甲挡不住，我们地方政府一定用我们的地方自治条例严格把关，让民众能够清楚地选择来猪的标示，吃或不吃。但是我更希望中央能够统一做好。食品安全没有办法一国多制，会造成混乱。那我想，食安的稽查要有一致的标准。这部分的话，卫生福利部应该会做一个统一明确的指引。台中市长罗秀燕25时直接到市场视察肉品产地标示的情形。我们也提高了检举奖金，一旦吹哨检举成功的话，那他这个我们查的这个奖金呢，可以70%给这些吹哨人。对地方甲中央无共调，行政长苏贞昌表示，在了解情形了后，会伫个规范部分做宣示，政府会真严格，每一批检验标示清楚。校园营养午餐已经换药完成，全部用台湾的食材。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来到台湾读册的马来西亚查某学生，进前去互一位细娘的嫌犯挖嘴死，桥头地检署宣布侦查终结，依照着强制性交未遂、强盗甲杀人等罪，甲嫌犯提起公诉，而且伊也认为讲嫌犯无改过自新的可能，要求着爱判死刑。那请求量处本案被告死刑，宣告褫夺公权终身。马来西亚籍女大学生伫台湾遇害，桥头地检署侦查终结，检方依照强制性交未遂、强制性交故意杀人、强盗故意杀人、遗弃尸体等4项罪嫌提起公诉，求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侦查中，他没有主动表示对被害人或其家属的一个歉意或悔改，他仅不断的询问说，自己会被判刑多重，或者是否会被引渡到马来西亚等关系自己权益的事项，所以显见被告他并没有所谓的悲悯同理之心哦。检方认为被告认为剥夺女大学生无辜性命，不知无悔改之意，也因为这部问题想要轻生，写一份遗书，想要轻生进前做一寡唔敢做的代志。另外，经过病院鉴定，性侵害再犯的可能性是高风险，无矫正可能有永久甲社会隔离的必要。我犯的罪就是强制性交故意杀害被害人，以及犯强盗罪而故意杀人，这个部分都是符合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谓最严重的犯罪。女大学生相亲委任律师对起诉无方便表示意见，要求台湾国会阁希望判处细娘被告死刑的女大学生的父母妈妈透过简讯回复，以台湾司法来讲，一切拢想过早，希望看法官最后判决，伊也讲到啥物拢无爱，只想爱查某囝回来到身躯边。回顾这个案情，马来西亚籍女大学生伫10月28登去宿舍中毒，和细娘的被告有无犯案杀害，严重冲击台湾形象。总统撰文也向被害者家属回失礼。目前细娘的被告受押伫高雄看守所，检方表示伊生活一切正常。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军机又搁来扰乱台湾咯，着军事媒记录到中国侦察机伫今仔日飞入去西南空域了后，搁背对台湾东部去。而且这2天拄好是屏东九平基地伫咧试射飞弹时机，外界伫咧又讲是伫咧试射天宫系列的飞弹。着学者认为讲未来中国军机可能会搁较接来，甚至认为讲台湾家己伫咧做飞弹，中国的警戒心会变搁较强。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东南空域高度72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非常安全，立即换脱离。中国军机扰乱台湾，那就已经真数上，啊，毋过空军也是高度戒备，继续运用联合情感侦来掌握动态，而且实施广播驱离。啊，毋过军事媒记录到一只运八技术侦测机，自我进入台湾西南空域了后，率真罕见射去东部外海。这2天拄好是屏东九平基地试射弹道关度无限悬的飞弹，外界研判是台湾萨德天宫系列飞弹，无排除是天宫3型精挺飞弹。攻击经这时阵来，动机无单纯。针对这些相关的攻击的动态，我们全程掌握。针对媒体这些臆测或者报道，我们并不清楚的来源哦，所以没有评论。可能未来是个很强大的这个反飞弹的一个战力，所以这当然会引起对岸是高度程度的一个重视，所以才会从每一次有这样的讯息传出的时候，出动这个军舰或是出动这个军机来搜集一些相关重要的资讯。学者分析，中共军机若像飞向东部外海来侦搜飞弹数据的机动，显示因对台湾家己做的防空飞弹是高度警戒。解放军除了一直用武力的抢枪，嘛宣布伫咧黄海甲渤海自我开始军演，为了对抗解放军的威胁，国军上方建议后备部队嘛要做出重大改革。对原本的5个后备旅，2日来新增加5个，会安尼做，主要是因应9条日子延长，分量对原本的12万，翻倍成长到26万。这个联兵营的这个陆军的旅级单位啊，包括了我们官职部，因为既然已经有精简到人力，都调成这些新的这个后备旅的一个基础一个基干。后备部队负责国土防卫作战的重大职责，改革了今次会当变做坚强的战略，外界是放大来检视。啊，毋过在原价无改变的状况之下，要安怎确保扩编顺利？李台长认为，国军可能会照今年汉光演习所公开的练兵营，有量少火力强的特性，来经部分日力支援后备旅。我国军规划平常时训练新兵，正是担任昙花守备的任务。记者综合报道。进前文化部有讲到，对明年2月开始，中国出版品若要来到台湾上市，拢要先送文化部审查过，才当摕到册号加登记免税。这个做法却引起出版业甲学术界抗议。因认为讲出版法伫1999年就废止啊，出版进前就该审查过，等于是言论自由退步。文化部也已经召业者来沟通啊。进前台北市立图书馆按算买红册，但爸爸转来，因为册中有中国武汉加油字句，甲解放军运输机的图被批评是中国大外宣，也引起思想审查质疑。后来文化部自治伫图书免税说明会顶悬，佮提出规定，明年2月1开始，中国出版品拢先爱向文化部送审，才摕到来台湾册号甲登记免税，引起出版社的不满。如果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个别的案例而去来限制整个不管任何地区的出版，有任何一个地区的出版要来审核，我觉得在台湾是大退步。照顾出版业、照顾台湾的阅读的事情绑在一起，其实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出版界批评将免税甲送审绑做伙是无分轻重，根据许可办法内底宣扬共产主义、统战、妨害善良风俗等已经过时，加上出版法1999年的废止，相关办法也无利用。即马煞要求送审，学者也认为台湾已经是民主自由国家，不应该搁行事前审查的回头路。有一些东西既然有没人看，你怕那什么？我们也不太可能再回过头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应该再多思考一下，我们的智慧不应该只是这个样子嘛。对于中国大陆持续对台进行统战，而且步步紧逼，那既然这个法律还存在，我们是民主法治的国家，依法行政，有法必依。陆委会强调，相关办法运作将近30年，不是新规定。确实，相关人士认为有无同款的看法，应该透过立法院做司法定时。根据了解，过去10年只有200件申请案，引起不满。文化部第2号也甲出版业者开会了解状况。记者综合报道。
对台湾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在今仔日天气较凉冷，气象局也预测讲，对2日开始，东北季风会变弱，温度会变较温暖小寡。不过后礼拜30也有一阵的冷空气，看年暗暝有机会落到10度，而且是连续2、3天拢是寒死死的天气，而且农友甲渔民就要特别注意。 今年看年暝，北台湾有机会出现10度以下低温。根据气象局上新预报，这一波入冬以来上强的冷空气，会在礼拜3、30报道，强度有机会达到寒流等级。全台拢唔感觉低温有机会下探到10度以下。预估最低温的时间落在31号的清晨到1号这段时间。那么低温的部分的话，在台南以北、宜花地区都只有10度以下的温度。那么在高雄、屏东，还有在台东地区，低温也大概在12度到14度左右。气象局分析，自控看到2021年有机会出现近10年来上悬一摆看年。回顾过去观测资料，2004年到2005年，台北看年暝出现7度6低温；2010年看到2011年，低温是9度5；2008年到2009年，看年暝低温是10度9。 气象专家提醒，30开始报道的这波冷空气虽然是偏大冷，不过低温时间长，有可能继续3天，一路冷到明年。产业界爱细致涵海。 低温时间可能稍微长一些，那就会造成就是可能在一些虱目鱼啊，或是一些虾类这个养殖上，可能就要特别注意这个寒害的问题。那另外还有一些这个果树类的这些作物就是现在有可能已经在开花或是在结果的这个阶段，这种低温下来了之后，也要特别注意这个防寒的这个措施。元旦开始各地继续低温，在暗暝气温受辐射冷却影响，感受是特别寒。专家提醒民众出外参加跨年活动，一定要注意保暖，有心血管疾病患者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德力集团安算伫北海岸要设3个离岸风电发电区，今仔日伫新北市的金山万里举办说明会，却去互渔民反对。渔民认为讲设离岸风电会影响到生态，甲因讨海的权利。就为这场说明会气氛也是无共介好。 原本为万里区的渔民真生气，直接摕着麦具一直骂。会场内底也挂满抗议的布条，因为开发商德菱集团想要在北海岸海域打造海上的风力发电厂。另外，分别在金山万里举办说明会，遭到当地渔民强烈反对，拍断厂商说明会爱厂商退出。阮大家渔民都无同意讲你遮咱设什么风电啊？你知无？你所以讲你要安怎做，安怎设计，安怎喺度。 阮大家拢无同意，对唔对？以前传统热渔场对宜兰、嘉南、万里、甲淡水、中立这些渔船啊，包含因即摆咧聊伊个渔船啊嘛起来，这个渔场的产值1000亿里面，经得起赔偿吗？ 开发商想要在东北角离岸到北横沙岛皮加斯花平树、棉花树中间，将近1000平方公里海域打造3个离岸风电厂，预计有520组巨型风机，而且是北部上大渔场。除了渔民反对，地方立委甲机关也拢无赞成。最大的渔场，那我觉得在这样的状况下，其实这里真的不是一个很适合设风电的场址。大家不是吃饱盈盈，有的拢伫。 早起爱去掠鱼啊！今仔日是真正为着家己的饭碗徛出来啦吼！啊，希望讲吼，这个政策呢，有关咱遮的渔民的权利。渔民甲民意代表讲，设置风电场会严重影响生态甲渔民生活。会议半点钟了后，就在渔会理事长带领下，大家集体离开。 浮动式风机它的特色是它不用打桩，所以它在噪音上会是比传统式的风机是减少非常多的。我们会继续的举办地方的说明会，持续的去跟地方沟通。开发商讲要设置的风力发电机会以普通生材甲传统式无同，对生态冲击较小，对渔民反映问题会慎重考虑，若反对声音伤大，会知影进退。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英国甲欧盟的谈判代表经过9个月交接了后，总算伫24暗暝达成脱离欧盟了后的双边贸易协定。英国企业也是会当免扣关税、无限价的条件之下进入到欧盟市场。不过有专家讲，这款的结果对啥人较有利？未来代志是无人通好预测。
英国甲欧盟的谈判代表第一日是，也就是脱欧期限的前7天，总算达成后脱欧双边贸易协定，消除4年半以来的硬脱欧危机，确保双方未来真大的贸易额。英国政府甲身为一个独立国家，对前边界法律贸易甲掠鱼水域控制权摕倒转来。I'm very pleased to tell you this afternoon that we have completed the biggest trade deal yet, worth £660 billion a year, a comprehensive Canada-style free trade deal between the UK and the EU, a deal that will protect jobs across this country. 协议的完整内容佮加上附件佮注记，要甲2500页，一个伫咧官印当中。对英国政府伫网页所公布的35页要点来看，明年1月1日开始，英国出入欧盟的商品会继续维持零关税佮零限额优惠。英欧边境的涉海关，欧盟伫咧是按环保、劳工法规佮自由贸易方面的规定，虽无会继续执行，毋过英国甲有独立判断的权利，若是拄着纷争，毋免受欧洲法院的管辖。伫咧公平竞争的环境方面，协议稳准任何一方，伫咧家己认为权益受到损害，提交仲裁了后，会当提出相对应的反制。若是双方已检查上济渔权谈判，要要求欧盟甲日英的掠鱼量减变成英国是做出大体量。掠捕量的降价定做25%，而且设立5年半的春秋期，期末了后，双方则搁就后续搁虚增的掠捕权来分配进行谈判。因为渔业上济敢若占英国整体经济的0.12%，影响并无大。真正有激烈冲击的是英国的经济命脉——金融服务业。脱欧公投了后，外商对英国的投资连续3年降价。原本伫伦敦设立作业中心的下国银行，拢迁去欧盟的其他城市。未来英国的银行甲其他的资产管理公司，嘛无法度享受单一市场的好处。I know this is a difficult day for some, and to our friends in the United Kingdom, I want to say, parting is such sweet sorrow. 英国国会预定伫12月30举办临时会，对后脱欧双边贸易协定来进行表决。上大在野党党主席史塔姆爵士早就已经表态，有协议总比无协议较好的状况之下，过关的几率是真悬。欧洲议会要等到新年过了后，才会当开议审查。所以伫咧8年的向会员国代表干部了后，就先批准协议暂时生效。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日伫美国国再发生一个警察对一个非洲血统的查甫人开枪，疑似这位手无寸铁的民众送到病院，也是救无回来。经过调查，讲这个查甫人根本就无犯法。面对这款乱开枪的行为，也引起民众不满，大家搁再上街头抗议啊！倒手摕着手机，正手插伫落地啊！这查甫人对车库行出来，不过伫几秒钟了后，警方却是对伊开枪。敢若看到这查甫人倒伫涂骹爬袂起来，一直哀叫，不过警察依然一直对大喊。调查查甫人在紧急送医了后宣告死亡，一段秘密录影画面也成做伊在死前最后身影。伫日透早，警方接到民众投诉电话，到哥伦布市一个徛街去查看，47岁非洲的查甫人死而到朋友因兜做客。拄到警方查问，随后在短短几秒钟做着枪杀。经过调查，发现死而无揸任何武器，也无犯罪情形，却是无缘无故互警察来枪杀。听到恶人的名也是名的标语，警方执法超过，引发大家真生气。抗议的行动对社区一直拓开，因为这个月已经发生2件非洲的查甫人互警方不当执法而死亡的案件。It's been happening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it's horrible. But then it happens right in your neighborhood, and it really makes you realize that, this is something's got to change. I am announcing action to terminate Officer Adam Coy. I have filed 2 departmental charges alleging critical misconduct against Officer Coy. After an expedited investigation, I have sustained those charge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I am recommending discipline of termination. 哥伦布市市长也伫推特发文谴责，开枪的警察可以除了不当的执法，也牵涉在关键时刻加闭录器的声音滚起来。另外，警察无及时对死者进行急救，检调单位也立案进行调查，而其他涉案警察也接受审问。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受到疫情影响，今年各地头庆祝圣诞节的活动规模拢缩小，特别是欧美国家，因的活动变甲是零零清清。
耶路撒冷拉丁礼宗主教披萨巴达二世伫玻璃园的耶诞教堂主持耶诞主协弥撒，这是基督徒眼中的耶稣出世的所在。这个巴勒斯坦西华都市每年耶诞节，拢有真侪游客甲信徒来遮。今年受疫情影响真冷清，教堂外口的美术广场拢无人。巴勒斯坦驻地政府主席阿巴斯今年也无来参加。梵蒂冈圣保多禄大殿耶诞节弥撒规模，赶快因为疫情减少，破万人的现场，如今感觉无甲100人参加。弥撒活动也比以前提早2点钟，互信徒赶会赴10点的宵禁转去。教宗方济各勉励信众应该尽力帮助有需要甲散车的人。Il figlio di Dio è nato scartato, per dirci che ogni scartato è figlio di Dio. È venuto al mondo come viene al mondo un bimbo, debole e fragile, perché noi possiamo accogliere con tenerezza le nostre fragilità. 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呼吁民众继续防疫，唔通互进前的努力白费，唔通互过身的人白白牺牲。Health workers, carers, and other essential workers have made great sacrifices to save lives and prevent suffering. We must not squander their sacrifices, nor those made by so many families who, this holiday season, will sit at family tables missing a familiar face. 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有一项古锥的耶诞传统，就是负责为囡仔追踪耶诞老人行踪。虽然今年受疫情影响，无敢若可能打电话到司令部中心确认耶诞老人的下落，不过议员应透过网站或者是社群媒体追踪。We've reduced our the numbers of people that are in the building at any one time. We've also changed our shift changes. And then we're also using other things like other technologies that Amazon, Alexa, Twitter, Facebook, etc. 这是1955年，当时科罗拉多县一间报纸广告5声耶诞老人热线，囡仔打电话去当地司令部，上校小铺为不要互因失望，要求部下答应，就此延续这项传统。公司新闻林孝祖报道。所谓身份证明年伫新竹市要进行小规模试办，不过议员甲人权团体就召开记者会，认为讲试办的方式拢无讲清楚情形之下，互新竹市民会变做是试验品。新竹市政府伫下晡也发出紧急声明，也强调讲，若准中央无法度解决资讯安全记录，也希望讲试办的活动会当停止。内政部也回应讲，相关的办法也当在研究，也会办活动用奖金社人来遏制资讯安全风险。针对所谓身份证治安的议论，内政部长徐国勇找行政院长魏长宏做伙背书做网络直播，强调政府未透入民政片的资料，嘛会提供奖金开放治安的测试。也若所谓身份证按算明年1月份就会伫新竹市试办，不过也受未少民众对新型所谓身份证无啥了解，唔敢试用。因为我对新式身份证的一些规定还不是很了解，所以暂时应该是还不会去办。那这样小型的规模示范可以足以代表全台湾人市民吗？那我还有第3个疑惑是，假设示范是未来开办的前哨站，那我相信新竹市民不愿意当试验的白老鼠。25新竹市议员甲台湾人权促进会开记者会，反对新竹市试办所谓身份证，烦恼新竹市民爱负担治安的责任，袂输互当作白鸟刺去予国家试用测试治安，而且若无领所谓身份证，可能阁会失去投票权。立即停止示范 EID， 新竹市民拒当白老鼠。我们的这个新竹市民，甚至是我们的全国人民都会就是包括相关的这个数位主机都会被收集数据利用。有没有相关法律授权？其实是目前是没有相关的专法来规范的。人权团体质疑讲，试办的方式，内政部也未甲新竹市民讲好清楚，嘛无法院的依据。针对这点，内政部处长陈宗彦表示，新竹市试办的计划也伫研究当中，有路的部分等确定了后会公布。新竹市政府25下晡紧急发声明表示，会以市民优先、治安第一的原则。若是中央无法度针对治安的安全来说明，市府会倾向暂缓来试办。对，详细的示范计划还在研拟当中。为了解决外界的疑虑，内政部会在明年3月份推出赏金拿人的活动。第一阶段会邀请国际有名的治安公司
摕所谓身份证测试卡来使用，伫 UAT 的环境当中来测试。第二阶段是采报名的方式，个人或者是6个人以下的团队拢会当参加。若是会当为做出所谓身份证成功，相关的奖金会当摕到500万。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消保处要修正有卖自8批电轻化客用，甲内面本地停车位有占土地持分的条件取消。意思就是讲，就算买搁较侪停车位，都袂当算入去土地持分内底。新的规定就按算明年正月就要来施行咯。一般大楼主体地下停车场成本登记做共有部分，属于袂当甲建筑分开买卖法定停车位，买卖对象嘛敢若限制同一栋大楼的住户，毋过淹过车位的坪数，土地持分才会当分配到半坪到1坪。毋过行政院消保处表示，为了配合民法第799条第4项，修正易收屋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记载甲不得记载事项的部分规定，从明年1月7日开始正式取消易收屋停车位的土地区分。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公平、比较合理，也不会造成大家产权纠纷。买停车位也是得花钱去买啊，如果不纳入土地持分，我是觉得比较不合理。内政部地政署表示，伊即卖民法规定，土地持分是以专有的部分，像讲客厅、灶骹、房间等等的主建物，有附属建物，像讲床边、厝下、后棚等等的面积去计算比例。修正了后，易收屋的买卖契约当中的停车位是属于约定专用。就算讲加买停车位，嘛未分配到搁较侪土地持分。预计明年1月7日开始，公共设施里面的停车位不会有独立的权状。就是我们这次要修的不配基地持分，都更的时候不会有额外的那个基地持分。不动产业者表示，目前大楼的停车位分做法定、正式甲奖励车为3种，针对易收屋的销售计效拢差不多，没有人去特别计算车位所占的土地坪数，所以对易收屋的市场影响不大。因为法不溯及既往的关系，然后建造已经送审的一些个案的话，那它可能在未来也大概是会沿袭旧制。内政部地政署表示，未来地方政府的地政单位，逐年拢会进行查核，若是建商违反规定，会以消保法第56条之1限期改正。到时阵无改地处罚3万至30万以下，会当连续罚甲改正为止。记者综合报道。监察院第25办理一件花莲的视讯侦证案，这是监察院头一摆互民众伫线顶向值班的监察委员来视讯侦证，也互住伫开发较远的民众更较利便。院长好，嘿，你好。监察院院长陈局坐伫镜头前，甲线顶的花莲民众拍招呼，这嘛是监察院头一摆启用网络受理侦证案件。最主要是希望让在比较台北以外的县市、偏乡的县市，如果人民要陈情，我们觉得应该要让它更简便。我们就说陈情零距离，我们的沟通没有障碍。当班的监察委员会当面来听侦证的民众拄到的代志。民众若是去监察院的网站，试便民服务的视讯侦证，注册后会使注文。目前试办2场，明年初正式开办，每个月初1到初5开放民众来登记，伫各县市来轮班。那预约之后呢，我们会看看您的陈情书，再跟您联系说什么时候在当地的审计室来进行连线。监察院特当平均受理150件的民众侦证，因过民众拢透过邮批、传真、电子批，也是向各地巡查的监察委员来侦证。若无，就要亲自去到监察院，以司法案件占上济。新措施除了方便民众伫防疫时期，嘛算是加了一个防范的管道。记者陈雅文、林旭凯台北报道。讲到大陆林道是要去爬山，民众行到这个大坝尖山正重要一条路，却因为行入去立山口要19公里，行政院政委张景心就希望向内政部来提案，希望会当甲当地原住民合作，有专人甲民众再到立山口。不过，就爬山的专家认为讲，若准变较方便，人人拢会当去，但是无爬山经验甲知识发生问题，颠倒是加无用。爬山人一丛一丛大新雾当中穿过，用要看袂到天顶。这是新竹深山的大陆林道，全长35公里，也是通向大坝尖山的重要道路。
过去因为连续予风台侵蚀、道路绑起，内政部98年公告，除了公务车以外，禁止汽车上山。一般想要爬山的人，要去大坝尖山，要先行19公里，才到大坝尖山步道口。行政院政委张金森因为山友清明，向内政部提案，予大陆林道提供登山口接送服务，甲在地原住民部落合作，提供接送车未来爬大坝尖山，延伸来回38公里。山友的建议都是说，这个是不是由政府就是国家公园管理处来提供这个公共的接驳运输来跟原住民合作。国家公园部分他们觉得比较有利啦。大陆林道东线由雪霸国家公园管理，主线甲西线归林务局，新竹林管处维护。张景信也承认，经过雪霸国家公园甲生态专家实地勘察了后，林道的地质有缘真脆弱，地基拢冲空气，地基内有真侪生态修复工程要处理。如果政院跟雪霸国家公园评估的结果是适宜的部分，那我们也是乐观其成。在短期内，我们会先改善那个东线道路坑洞及排水的问题，以提高救援的车辆，以当地原住民机车运补这个物资的一个行车安全。张家认为，若开放大陆林道接送降低入山限制，在诉求营养不够之下，会产生真侪乱象。我觉得登山运动已经过热了，然后我们的管理能量和搜救能量都没有上来，变成说，人人都可以上去，你没有经验，完全没有体力，然后甚至你连对山完全都不知道都可以上去，那这样子上面的乱象跟出事率一定会大增。雪霸国家公园表示，地基内先加强安全修补工程，针对接送车，会阁邀请专家当地部落公开讨论了后，阁办理后续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108年的课纲是注重阅读和自主学习能力，不过儿童福利联盟的调查发现讲，偏乡的家庭较无阅读的资源甲空间，有一寡囡仔甚至无家己的读册桌仔，学校图书馆的册也无多次遐济，甚至有6成偏乡学校附近拢无册店甲文具行。伫台中当时民政国小内囡仔是长期依赖民间团体投入教学资源的偏乡学童，当年就干那一班甚至无到10个囡仔，学校软硬体设备拢较欠缺，囡仔阅读的意愿嘛较低，差不多干那2成囡仔，逐工阅读有达到30分钟。你喜欢看书吗？还好，为什么？因为看书要看很久，然后又不能出去玩。民间团体检视偏乡儿童的学习环境，发现偏乡的困境之一，就是学校图书馆的馆藏不够。根据统计，全台湾有超过7成的学校图书馆的馆藏是超过1万册，毋过伫咧偏乡，敢若有无到5成的学校有这款的规模。而且偏乡因为阿公阿嬷伫带，也是爸母做工课，较少陪伴囡仔阅读。他们有时候务农就是会工作到很晚，那小朋友如果太早放回去，就是怕就手机丢给他，就是要用3C在养小孩。大概5成的偏乡小学的家里其实藏书还不到10本，也有3成的孩子其实是没有课桌椅的。民间团体分析，108年的课纲注重素养甲阅读能力，毋过伫偏乡甲城市的资源落差之下，学习的成效可能甲过去比起来会差佫较济。民间团体目前以募款来协助偏乡的囡仔安排下课了的安亲、长假的营队，嘛呼吁政府会当注重偏乡资源的分配。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的官田有真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区公所结合在地人文风景甲友善环境的理念，发展出相关的观光行程。近也入选到交通部的经典小镇，咱做伙来去看卖。规片空旷的田地包围伫咧乌山头水库边，这是台南市的官田区。因为有这第一道的清气水源，若种出品质1:1的米甲菱角，嘛有真丰富的生态资源。这么好的水，孕育了这么好吃的这个菱角水质鸟其实咱这几当嘛在富裕，所以我们就推广了这个友善的这个环境。为着要促进地方的发展，官田这几年是真积极咧推动在地观光，结合友善环境的理念，利用市道一切一线。甲乌山头水库到河路边的景点串联起来做地图，今年阁入选交通部的经典小镇。乌山头水库
八田以一，来接落去咱的葫芦逼，最近它开幕的这个西拉雅风景区，把它做一个串接起来，所以可以从早上玩到晚上。除了以特产菱角发展出来的菱角炭产业，活跃成功的菱角蕉生态，推广保育甲友善环境的农场、牧场，还有融合在地嘉南甲西拉雅文化的游客中心，要互所有来到关田行搭的游客，会当体会到田庄的人文风景甲自然生态。记者综合报道。本地生伫咧南美洲的印加果，一款果子由一代增高，营养又够丰富，有人引进伫台湾婚林果客伫遐种植。农民也认为讲印加果伫台湾的市草应该袂歹，决定讲要来种看卖。这款看起来那天青的印加果原本是发自南美洲，因为果子适合煎油，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还有侪种维生素。婚林果坑的这位农民陈英宏看好印加果对台湾的市草，对6年前开始种，即马愈种愈大片，也开发出侪印加果的相关产品。这个印加果本身它这个主要产出都是榨油。那么油的品质，它经过2004到2006 3年的世界油品的比赛，每年都拿到第1名。所以当初我看到它的好到这个程度，它对人体是完全正面的帮助，所以我就决定既然台湾可以种，那我就开始种了。陈英宏原本对家己经营30多档的幼儿教育，因为现代人囡仔生较少，决定退休回故乡种田，买当顺线照顾厝里时代。外口做工袂足久啊，像回乡安尼做甲你做这个农事安尼，你感觉安怎？就忙做啦，就肯做就好啦。哦，安尼哦，就安尼。有人等下你陪伴，嘛算袂歹。有啦。有较快乐无？有啦。印加果的营养价值渐渐受到台湾民众的注意，即阵市面销路嘛变搁较大，但银行也找在地农民拍契约斗阵种植，增加印加果的产量，带动在地农业有新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有一团加起来1万外岁舞团举办歌舞的表演，这团的成员有90岁阿公，嘛有伫咧读册学生。毋过养起来阿公阿嬷是完全袂输少年囡仔，等下做伙来去看阿公阿嬷跳舞。舞台顶的灯光闪闪烁烁，舞者穿的表演服装红水乌大斑，毋那舞台甲衫裤气势十足。因跳的歌舞脚步嘛足流利，你敢相信讲这是一阵平均年岁超过74岁阿公阿嬷甲青少年学生做伙组成舞团？屏东举办这款互老大人甲少年人互动的活动已经第5档啊！今年选择用歌舞展演的方式，互少年囡仔甲长辈做伙学舞3个月。同齐设计表演的内容，证明2个无同的世代，嘛会当配合甲爸爸。变得更年轻，更有活力，对生命更有盼望。教好老人的过程中，我学到蛮多，虽然记忆力没有这么好，但是他们有肯学的心。一个舞团的成员真正无简单，全部成员加起来1万外岁，而且有的长辈已经夜关啊，有的是捌中风过，甚至佫有90岁的阿公，人老心无老。虽然因的骹唱无遐美丽，所以也坚心甲规条舞学甲了。阮志典遐讲要参加银闪闪的迄个街舞哦，我讲啊，哪里袂歹，我来个试看卖看90岁人，看有法度通跳这街舞的。大家的体力很好，精神很好，不管到哪里呢，每一个礼拜都在偷练。这个舞团呢，220位，加起来是16308岁。食一回学一回，这阵阿公阿嬷的活力甲坚持，证明跳歌舞唔单是少年人的专利。透过这个表演，互老大人逐天的生活更较有寄望，更较有自信，也互孙仔辈透过日常的相处，学晓安怎甲长辈斗阵。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白色恐怖初期，韩战拄战线，当时的台湾政府为着要向美国表达反对共产党的成果，因着学这个韩国的犯人赢，伫政治犯的身躯顶写反共抗俄字样，结果这项运动失败，有一寡政治犯互军方算总效，互人加按一条叫做再叛乱的罪名，结共14个人互改判死刑。但也做伙来看这站特别70年的绿岛新生再叛乱案。
听到顶头在划过，哎，我们到了。哦，看到我这眼睛的那个光景哦，就是我们来到天顶啊咧。天顶阁是安尼一年的蓝天白云吼，啊，海水会当看到底的吼。因用玉岛的人话讲是讲，那一群安尼闪闪啊，安尼香香啊的这个，讲一顶白加纸啦。 1951年5月17日，白色恐怖时期头一批因为思想无纯正，参与叛乱组织等等名义，去互送去火烧岛新生奋斗处的政治犯，日时上课做思想改造，下晡就爱去外口做工劳动。台南迄个欧阳文老师吼，伊就讲吼啊，那是哦天下第一戆的啦吼，家己为想啊在管家己啦哈。 1950年前后，国际情势紧张。1945年第二届世界大战结束。1947苏联和美国冷战。1950韩战开始，美国重新思考和中国的关系。美国先是派第7舰队去台湾海峡，防止中共拍台湾，让台湾成做冷战时期东亚国家中反共阵线的一部分。那1953年，台湾政府学韩国的犯人营，请政治犯伫咧身躯赤字，好做 一人一事良心救国运动，就是要向美国宣传岛内反共有成。讲要叫因身体顶面甲请这反共抗俄啦，38嘛，这个赤字插到身躯咧，啊，我迄当时唔肯嘛，伊讲这是自由参加的嘛，叫我推行了无成啊。 救国运动煞无成，军方事后报了车冤，锁定私底下有可能卖赤字的政治犯，包括陈华、吴成达、宋成淼、张树旺、蔡炳宏等等，计共14个人，去互加按一条叫再叛乱的罪名。经过严格复审，落尾拢该判死刑。陈华就是第一个在第一审的时候就已经被判枪决，好，就是被判这个 意图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也就是所谓的惩治叛乱条例里面的第2条第1项。即摆唔是讲要有心情讲要来报复啦，要安怎无，拢无，已经是作兵是，就讲这是真相，历史的真相，真相只有一项尔嘛，莫搁看。 捌做过新生的蔡坤林、杨国武和罗宏迪，今嘛拢80-90岁啊。因讲经过黑暗，搁通活落来，已经足幸运。每年绿岛新生再叛乱案得满70年，今嘛国家人权博物馆也伫咧白色恐怖绿岛园区办展览，望互咱的子孙仔伫咧转型正义的基地有进一步的启发和理解。记者民警夏桂林台东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 北部地区对15度到24度，中部地区对16度到26度，南部地区对17度到27度，东部地区对16度到25度。 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2度到19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暗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